今年3月份，关务署有掠到对美国寄来报告，这个报告内底是10罐牛奶粉的罐仔，也毋过伫牛奶粉内底却发现安非他命，计共有10公斤，价值上千万。警方继续追查，有掠到2个嫌犯，也毋过主嫌还未掠到。一罐就讲美国品牌牛奶粉，向阳看是单纯的冲泡泥品，也毋过内容物所藏着毋知影的物件。来自美国寄出的一个毒品国际包裹案。那这个国际包裹呢，内装了10罐的奶粉，那实际上里面夹藏了大量的2级毒品安非他命。刑事局接到chứng主疑似毒品跨海运送，伫今年3月联合关务署伫海关拿查美国来的科技报告，结果发现内底10罐牛奶粉，每一罐拢藏有大约1公斤的安非他命，而且外观是米黄色的粉仔，甲牛奶粉一共，无酒店看的白色晶体。警方顺线具体线销涉单嫌犯到案。那全案呢，总计起获了10.464公斤的安非他命。那整个呢专案小组在经过严密的部署之下呢，我们总计查获2名犯嫌到案。那这2名犯嫌最后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那名嫌犯讲，若成功接到这批毒品，会当得到30万的高品奖。以后期计价来看，这批安非他命计销超过1000万，检判可能用来参制新型毒品饮料使用。专案醒后，以毒品罪嫌移送侦办。那名嫌犯获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那检警也会继续调查，要找出幕后主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